音樂係語言之外，人老人之間情感溝通嘅方法。台灣係多年族群，係能時代變化，學老學大，年出面、新出面了到才體族群，慢慢地顯示呢都與曾經改善。14進攻所對2016年地動入歷史最意外，17中路初中所喊的才體目意嘅音樂節。一邊爆槍，幫維權，署名，農村武裝強烈，原創為小改寫編組了了。第14中路初中所，土地小上，所做改的那當個，唐年曾經音樂，唐的兩片土地，不單能上，享受看示範。嘿，大家好，我係李 Pro， 大家係愛麗麗。對麗麗最辛苦嘅麗麗哦，每做被係愛主動嘅負責，最近講嘅愛都好慢難記錄了，好看自然嘅偶然自在。好，我當然都累，剛剛快點解推翻失敗，公共社上解釋自己，哦了。喂，到嘞，也是政府對衝入面嘅10步下跳。香港未到底看到你下晝去參加嘅10頭見音樂節了。我難得都到了天氣又安好，香港你未到參加，你就直接送我嘅比例一樣了。所以你是票是行差，你就變了。It's so easy to see. 你哋下咧大概會所是地味景點了，在提介好朋友推薦嘅火皮快樂天然。唔過，在提介好朋友定係位，其實啲單位等，是你實正嘅正宗了。跳到了大家講，你還望結婚當選。上香港當大片哦，所以變做正宗婦女眼影，免數六本大家咧，自家而家好唔好？好啦，講笑界，你要翕相咧，去點大相片。第二位，你愛提醒大家，來到和平天然嘅世界，記得要做合適嘅海，就唔會陌生人對到受傷了。大家都看到我挑選翕嘅正嘅相片麼？冇錯，你都重慶是係做變做嘅作品，香港咧都係做個其實係有名嘅哦，名叫做夢中竹。香港啊，因為今年係2019年，所以就得看到當定一下嘅寫主嘅作品，唔單止係安容易，了解嘅作品，重慶是係10正嘅主角，出錢香港出力嚟做嘅哦，所以咧就那片日條記取一下好嗎？拍照打卡一下。It's 大家要看到我挑選翕嘅相片麼？冇錯，你哋下嘅會所是啲面試素人咯，大家嘅面試素人嘅要來香港歷史麼？
咯。俺老大家讲，是喺啲清楚嘅时节啦，南头体育嘅为到冇嘛大有钱嘅学生嘅办嘅学校哦，系咪当做自很多种唔同啊？咁過啲下啲報道冇素然咧，咁個就啲百分充幾卷咯，所以仲要好先知嘅學生嘅夾夾，呢度幾塊料。面試素然係啲10人從國小轉同鄉順頭，所以平常時來到了會嘅朋友，就得聽到啲朋友下課有聊台上。3、4、5、6。嘿，觀眾朋友就聽唔聽愛了下啲嘅做乜嘅？其實看下後背，即係呢個戲服裝，我那嚟呀，人前得到嘅重視會得到福氣哦。唔講又會係條，咩唔是條咯？我啦希望叫你做得到福氣，真福氣來咧。有朋友當到的器材燈可用，冇先收櫃好咧，準備好，好。1、3，耶！大家好，我是講啊，我是擺是會得中咧，如果你有不愛錢，我愛到你對不對？會嗎？唔用會唔會？我手氣還好誒，喊到哦，算啦，而家嘅部家己得好冇好冇，我係創意去拜拜咧。來到了會，我記得拜嘅客戶從體育，請見朋友聚會，喊到考試順利哦。你哋家下沒見上來去下一張會所了。It's so easy to see. 嗨，各位觀眾朋友，你喺呢啲嘅會所，即係咱好人係當地人就會啲嘅秘密景點哦。有好多水流動作嘅戰鬥這樣係麼？其實水流有兩草，會從入面改善，啲草是係上皮散，啲草是係石頭散咯。咱講半一下，觀眾朋友考試一下哦，你會簡單好人嘅講你係乜嘅？大家是甜啲，所以我直接講答案好咧。其實啊，你一會簡單好白嘅講咧，是係種會從入面嘅一條海，係從水海嘅水當然，喺度分送分種嘅所有配內容咯。嗰度呢邊唔但請我看兩隻嘅每件之外啊，會了解幾個背景咯。提供各位觀眾朋友會正式嘅呢個水字眼了。是不是咱好人有兩個就係了咧？水調協歌，水出時間緊打，下個順後動作嘅沙沙，連行動貼貼嘅自然景色。唔過來到了為咗了解大家，要貼貼注意自家嘅安全咯。
有在拍是不是？拍谁拍谁？因为两位食材都奖咧，都适合来拍 MV，所以一家是边做 MV 嘅主角咧拍摄吼。毋过来到两片出众数，其实就係非常重要嘅任務了。因為兩片其實是係跳擺歷史地背圖啊，當到種樹是合到兩片嘅位數哦，當到嘅歷史故事，所以呢下是聽你呢個圖蘭欣賞強下去看了。是，好，这就是我们日本的时代的房子。那各位可以再往这边看，那他们盖房子定义嘛，对不对？那有时候呢，那个老鼠在里面过多，就会到里面。哇，挑选谈讨论欣赏分享嘅，你对种树就很下兴趣嘅了解咧。然后啦，你创作看到嘅艺术建筑计划架构，大下会通风规矩会很下量咯。韩国唔单止用呢啲个都咪为咗当到嘅宠物，第影响嘅韩国当地影响嘅。个讲到宠物，呢樣嘅地點，當屬世界因係地喵你就會看到咩？係呢個石虎，唔係鳥咯。雖然動潮，係咪當地影響啊？其實唔單聽喵力就有石虎，你哋啱跳咪就得看得到哦。所以讓聽觀眾朋友來到呢片，咪就得更加了解生態環境，強下咗愛護地區哦。呢個係麼？ It's so easy to see. 哇！你哋下參加食草經驗咯，即係食喺個空調啊，個都非常都好，個強哦，個頭厲害，你家都喎，一個發又會按照食草經驗咯，其實草經驗都係咯，其實係材料菜，那個木耳，就是看到ran處理，那個黑菜，那個來先咯，我哋大家都做兩嘢，未慳下了解兩件事，看到就應該木耳，全是黑料，係大家呢啲，希望大家得了。发表一个作品，特别为了就是草根音乐节。开讲哦，我是南投县集集镇的镇长陈继恒，矮满头，但是我有厚实的臂膀以及一颗温柔的心。我爱客家妹哦。我们集集草根音乐节呢，今年也是第4年的举办了。那一开始这个举办的缘由呢，就是在这个季节是为了配合4月22的这个世界地球日，我们要强调这个贴近土地、友善土地。那贴近土地跟友善土地有很多的面向，除了环保的方面以外，我们要强调我们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一个多元性。所以我们每年的这个表演节目一定会有一个我们集集在地的表演的团体或表演家。另外呢，还有一组这个原住民的歌手，一组客家的歌手，跟一组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歌手，来强调我们台湾的这样子一个多元族群的融合。然后在周边的这些手作的摊位，我们会尽量要求他们用这个减塑然后的方式来呈现他们的产品。那我们今年也特别在现场一样有准备了这样子可以重复使用的这个饮用杯，让大家在喝饮用水或者是买饮料的时候不用再去购买这样子这个只能一次性使用的塑胶杯。集集很好玩，欢迎大家来集集行了。